各位观众朋友，今日过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讲起今家生活啦吼，其实过便利嘛，过幸福。我哋想什么东西，其实点嘅地方都买得到，但是今家食品地方多多少少都有对健康唔多好嘅东西。想起以前我哋嘅生活，其实我哋食嘅东西可以天然，又可以自然，又可以健康。我哋观众朋友係咪會想起講，會反映我哋糯米絲？我哋今日有想到嘅係我哋屏東家東嘅手工飯頭豆腐嘅產業，第一頓以下嘅飯頭豆腐來到嚟現場，我就馬上嚟歡迎我哋咧王崇憲來到嚟現場。崇憲，歡迎。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來自家東嘅王崇憲。崇憲，我想我聽講每樣嘅事情嚟講，唔知個按人強都做我哋嘅飯頭豆腐啦，嗬。也係因為你這個本地路卡路提做飯頭豆腐未？睇不靠本地咩做飯頭豆腐嘅，係是我哋阿婆傳俾我哋阿妹，咱傳俾我嘅。好，故事其實還是有一段這個家族嘅歷史嚟嘅啦，嗬。對。但是講到飯頭豆腐啊，嗬，我常常會想過，我哋以前喺北部讀書嘅時候啦，嗬，我哋真係冇看到北部人哋食飯頭豆腐，後來我哋咧。朋友嘛講，其實飯頭豆腐啊，嗬，喺南部那嗰種人嚟食。像你這樣來講，做乜嘅我哋飯頭豆腐喺南部人嗰種人嚟食係咩原因啊？哦，南部啊，嗬，南部嗰種人會食啊，嗬，因為也南部是講到也客家人嘅族群文化同也個農產的那個地區農產有關係啊。也平度高雄一邊的客家人啊，頭擺是做農的，因為要種一種五穀雜糧，像稻米、綠豆、紅豆、蒙豆一種，還有飯頭一種。嗰時候飯頭班又演化咗變野蠻的飯頭豆腐安尼。啲過程啦，嗬。其實咱嚟講，我發現哦，原來係安尼原因，因為嗬。我哋南部嘅客家人吼，差不多可能種禾嘅時節，第一期嘅禾、第二期嘅禾，可能第三期嘅禾嘅時候都唔會種嘅。嗰時陣我哋可能都會種一些飯頭啦、紅頭啦、無論綠頭嗰度。嗰種講幫我哋種嘅飯頭加米，一定都辦啦呀，嗬。嗰種一講飯頭辦，我都想到冇唔錯。只是講後來可能變成一啲細細角角嘅形嘅時節，人家都講係人哋飯頭豆腐嘅，但是。飯頭豆腐安尼，那裡一說明咗，我哋都睇個人都知一件事情啦。但是希望我開始學一件事情，我哋都唔知嘅呀。因為頭先伊開始講，唔可能係對阿婆嗰邊傳過來，係咪？佢係乜人教本阿婆嘅咯？乜人教本阿婆？係，誒太姨婆。太姨婆。誒太姨婆傳本阿婆嘅。本來我哋太姨婆是出家人，伊是睇齋創意，睇齋創意是睇戲目。佢嘅齋創嘅部位，嗰所有人有工人睇嘅片，煮食咧，要煮到煮嘢嘅飯頭豆腐要學過，飯頭豆腐要煮嘢豆，飯頭豆腐天無限嘅，要喺我哋阿婆去，到面下天數天氣咧，嗬，夜晚一下是阿婆做面下要拿去出市買，一片的客人接受度很高，嗰時候我哋飯頭豆腐要慢慢按你做好個嘅。我哋常常會講嗬，譬如講某個菜係宮廷流出來的菜，嗬，你常常，但是人家係對齋廠流出來的菜，可能就真係講以前我哋咧齋廠嘅嗬，我哋咧齋廠嘅人可能因為是齋嘛，嗬，嗰時飯頭豆腐其實對人來講係最好嘅一種食品，哦，但是因為真係天無限，嗰時候搶人俾太姨婆。來一起做，結果做嘅路多做嘅路拿去街市轉賣，結果路睇下人嘅反應幾好，係咪？可是也其實路慢慢地路傳到人都開去。咁後來係阿婆哋買，媽媽有哋買冇？媽媽供養嘛就買。係。阿婆啊好，年紀太大了，就做不動了。運動我哋阿妹做，做到面下咱運動嚟做，伊是打電話同我講，伊是我睇台北做事，做人的鐵路，後面咱喺我過來做，做一個是家族事業呢，唔做是做人的鐵路呢，也我哋不卡南部一片呢，
由伊咧家族事业做一个延续落去，还是常常安尼嘛是做一得啦。可是问题是，我想一件事情呢，生意的投入啊，是讲我的下班人就是哪个事情都唔会干的呢。但是家族事业地步样譬如讲，可能你这个家族事业无，你这个做调家哦，这个做新路哦，哪个事情如果你这个做，同生意投入付的钱无同样的。像你这个万岁，还没有常常看到妈妈在做饭菜豆腐啊？万岁要差不多7岁。我有记忆以来，差不多是7岁国小的时候。这种是一种体育很样的一种情形啊，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呀？這是條風來，我做大做風來啊吼，有看到睇人哋做一幕嘅飯菜豆腐，看到那麼按奇妙咯，看到拍攝咧，又個手去睇滷豆腐，安尼，個三網睇用豆腐安尼。安尼又要問啦，某個東西也個是飯菜豆腐啦，到面下睇人要摻也個木辣哩，摻風來幫人哋食，也有個眼第一印象，一木辣哩是個香的，個切，個香個切，唔係飯菜豆腐是第一印象，是木辣人是第一印象。到面下睇人搖豆腐搖到面下。要要拿一些飯菜豆腐幫人哋食，人要食到飯菜豆腐也個攞乜按球按香按好食，從同木辣油木香用，安尼個第一印象。相信其實幾多年我想講，做乜嘅第一代唔係人哋食到飯菜豆腐咯，冇。其實我哋每一代做事的人其實好嘅東西一天拿去賣。我哋這個留下來都想同我哋從前講，一天食到木辣的，我哋過巴啦但是其實木辣的幾香啊，嗰時候人家第一印象其實係一啲木辣的，但是你這個對開始交到媽媽天發講過來接入嘅家族嘅事業，都唔只是過來接入一件事情，你這個差唔多學習一久，然後開始講你要做個產品，讓他可以接受。差唔多1年半哦。1年半，可是你開始去工作以前，有聽出路卡做事嗎？冇，也是做餅做馅，還有去台北做事，還有冇台北卡做事，冇卡嘅洗頭全部就阿妹喺做，冇做一條洗頭。可是等於講，迄時答應講，剛才過來看看那時間。你都等於係從零開始學先嚟咁你係咪同我哋啲觀眾朋友大約說明一下？因為其實我哋觀眾朋友對做飯菜豆腐一件事情嘛，幾有興趣啦係用我這個幾有興趣講，做乜有啲人嘅飯菜豆腐，佢種看起來幾紫色，有啲人嘅飯菜豆腐看起來有灰色，亦都有人嘅色性上面嘅差別咯。呢差別都係呢飯菜嘅外皮，它本身有多酚類物質，像樹葉安尼的東西，遇到鐵，遇到生鐵，伊本身會轉紫灰色。啊，原來是用鋁鍋，冇用不鏽鋼，又唔會轉掉彩色的。啊，嗰種原來飯菜豆腐是白色的，啊有的配人的是紫色的，迄紫色唔係藍色，絕對不是藍色，迄是本身伊的木頭是生鐵，生鐵都會做。以他們變做紫色，人用鋁鍋啊，甚至不鏽鋼鍋做出來，全部都飯菜白色的安尼。嗰時伊唔係講有顏色，冇顏色的差別啦。係因為伊可能煮嘅地方係鐵木嘅話，伊都可能會紫色。但是嗰種伊係用不鏽鋼，冇用阿魯米嘅話，伊都可能會個白色一些。咁上頭同人講，那你接觸以後，你係咪同觀眾朋友講？第一，我哋做一啲飯菜豆腐嘅話，第一要用摸米咩，還是要摸飯菜話？泡過冇？人哋不卡是唔是泡過？本來泡過啊，伊要裝開來，但是啊，裝開來摸東西啊，摸乜嘅摸東西出來。若摕鑿嘅摸出來啊，挺硬嘅，要釋放嚟要沙。因為用到度火，係咪切開起鹽？氣溫度，也是花生的乾燥程度一定要到一個水準。睇度好睇一片，做唔得精，有試過有經過嘅，
稻米下，伊煮出来的香味啊，又唔辣，后面还有点也个干燥，花生的干燥，还有它的新鲜度。新鲜度就是炸下落的时间的嗰种新鲜的那种产土啦，嘿。跳摆啊吼，跳摆年的吼是饭条啊吼是七格种的，七格种的热烘来，七格剥饭条籽，七格剥好的，七格摸，七格过于新鲜。但是也蛮的东西啊吼，是经过加工制造，因为饭条在云林、嘉义那一带，还有彰化那一带。一片有晒糕，还有经过加工厂处理，有变糕，有过来个一片，有无按新鲜的，有无香的，还有去清糕，弄要唔会香咯。有的饭条买过来，有冇按香？有的饭条买过来，弄要唔会香？还有这个去产地请昆士尼去采取请昆士尼人水煮的饭条容易香，容易好食。人伊问起讲，那个饭条来源在哪？焖到米下，去甲浸，慢慢的浸，慢慢的用，去浸到米下，摕炒住，浸到地糊的，有咧专门咧用那个饭条籽的，用个地糊的，伊个干燥程度、新鲜程度地糊的，多数人也蛮拿个饭条种摕炒住一片拿的。可是我坚持伊对传统的糯米糍其实无简单，伊前面原料一定要过正宗。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就来讲多个精彩的故事哦。欢迎过来福起来嘅，上台节目我哋来宾重现来同人讲，伊希望我拓出一个好的正宗的饭条。头先我哋已经讲嘅饭条嘛，我哋炒出深度最正宗的一种饭条，也要干燥的程度啦，无论种新鲜的程度嘛最好。咁除了饭条以外，我哋话有米啊，米啊用我拓啊？米也蛮啦吼，是用采来米用 Q 米，用 Q 米那么 Q。因为水分够少啦，水分够少，磨出来又够香。头摆是用磨的，也嘛唔是磨米，因为也嘛加工厂，伊做出来品质无伊个怪米丝。头摆啊加工厂做出来的菜类米啊 Q 米，没有怪米丝，也嘛个磨，也嘛安尼要用加工厂的菜类米来用。你吃下用伊个菜类米粉，你错个啦？菜类米粉，错。咁呢，除了我哋呢饭条、菜类米，我哋话要加配啲东西冇？番薯粉，头摆本来有迄番薯粉的，填番薯粉落去做的，无用菜类米。那是第一再从安尼做，到米下因米啊那个番薯粉，台湾经过一个毒粉事件，本来个少的番薯粉，愈来愈少，又买唔到的，后面安尼又问过素薯粉。要么素薯粉做好来起锅，存在那边结合在一起，还是做到几好的水准。因为其实你头先讲到番薯粉其实我们主持人也都提啦应该可能台湾其实真正买唔到真正的番薯粉，因为用我们台湾的番薯一方面成本过高。这个食的如唔拉白的可能把我有多去磨粉可是我们应该大部分我们用的太白粉啊、番薯粉啊，其实全部素薯粉。其实他个人观众有注视的观众朋友如果提到可能应该真的吃唔到真正的番薯粉。可是我们有饭条，有菜类米粉，还有番薯粉，安尼加放落以后，后面加也袂，也迄蛮个时会用咯。那个绿豆腐用在用。绿豆腐也没划龙舟是用的东西啊。划龙舟，嘛是做得来。呀，绿豆腐是要去搅拌，要去用力要去搅拌。本来还有一支，那个本来是咱阿妹传本来的。稻米绿豆米是团迄，那个是新的，去甲伊很容易炒好，按伊个形状。那个要绿要用过太力。要去卤，要提伊个香味卤烘来，因为
饭条豆腐咧做啊吼，咧饭条豆腐咧做一定要有木力的，木力的带下迄一空一空的迄毛细孔啊，因为香味的来源，伊个香味啊吼，又会用柴火，差不多在180度到220度之间，吼，那边要有梅纳反应，导伊咧梅纳反应啊，迄毛细孔的香味啊，吼要穿过豆腐，啊然后又要拿药剂落去卤，啊若无卤，伊有香味有焦黑，切甲要焦黑，又无分遐个豆腐去疏风来，吼，安尼我搁无菜，搁说要用卤的，卤的嘛做毋得卤甲摕认真，嘛做毋得卤甲摕烂死啊，摕烂死啊吼。摕烂丝做啊吼，要软烂烂的，唔好是口感个唔好。啊，若摕认真啊吼，伊口度又唔拉。啊，伊有咧动作啊吼，要摕低炖的饭条豆腐，炖顺后的饭条豆腐，低炖的讲硬，顺后的讲软。因为炖低炖的炖顺后，要伫边锅，伫带下变爽落，伫上面变锅落360度，总个变锅一转，呀。饭条豆腐咱要香，咱要 Q， 变铁刀的，变啊，搁硬搁纯的，就做唔得变的。因为啊吼，搁变落去又 Q 度又唔拉的，安尼饭条豆腐啊吼，做好了咱是爱认识的饭条豆腐。各位观众朋友，啊，你咧从前啊吼，实在quite佛心呢。伊无小心啊吼，都把伊啊多年的经验啊，推也要上也要机密啊，讲出来。因为我哋几多朋友同人讲，伊即家睇到卡做饭条豆腐啊吼，天做唔安上，天伊都讲，我要夹辣的，系咪做唔错嘅？其实我哋从前同人讲，其实吼，我要剥辣啊，我哋饭条豆腐那么上。伊无小心，你把伊商业机密同人讲，有嗰时候伊团结无吼，伊踢得过去嘅吼，我哋重播时都注意看啦，还有去偷偷伊嘛把文图讲出来，嗰还把个文图吼，那还真是最真确嘅文图。但像咱嚟做安多年的饭条豆腐啊吼，其实用讲嘅呀吼，我哋唔知啦吼，我哋可是试看看啦。对啊，人家饭条豆腐其实我哋喺女仆呀，女仆嘛嗰度做饭条豆腐呀，我哋试看看啦，有乜个冇同样嘅地方。中途都在讲，我哋咧先嘅饭条时，又唔可以贴灶，又唔可以贴色，好冇吼？你要买饭条的香味啊吼，我讲哦，我哋一般食到饭条的香味啊吼，也要香味过表层，比较表层。可是那边食到饭条的香味，是真是感觉到讲。有饭条一整粒嗰種味道，因為我哋食飯條時，天然都會食到有香味嘛，但是還是會轉一些酸酸，所以嘛，也會我哋講花生油的那個味道，都可以食出來。可是你喺飯條豆腐裏邊，可以食出一整粒飯條顏色嘅嗰種味道，因為嗰度飯條豆腐可能都食到表層嘅味道都出來，但是奇怪呢，我哋看到係有蘿蔔角。伊迄唔能教動特別的食法哈，因為我哋嗰邊都差唔多都加啲調油膏啦，冇都調油亂嚟食。做乜我想要加蘿蔔角啊啲東西咯？蘿蔔角嘅想法啊，吼是安尼阿婆上道嘅，阿婆伊是屯太婆天數嘛，天數做咗啊，佢像早期啊，要用茉莉板，啊要飯條板，啊也是。飯條板有茉莉板又要落蘿蔔角，伊是上講啊蘿蔔角落遐個飯條豆腐落去，遐個飯條板落去，要用起來哦，就會變成一個絕妙的搭配。安尼係啲，我哋萬世吼，我從我哋喺呢條女僕嘅嘛吼，女僕嘅個茉莉板下尾啊，咪喺加蘿蔔角。可是，但是我哋從來冇想到過，安尼蘿蔔角也可以加飯條豆腐裏邊。各位觀眾朋友，我哋試看看咧，很默嘅一種個特別的味道。我哋把我哋咧蘿蔔角加我哋咧從前即個陸下做嘅飯條豆腐，味道變咧。唔得咧，蘿蔔角用腐就去炒咪咯。用腐就會個辣啲先。個辣先，可是也會含安尼拄好，囤嘅飯條豆腐嘅甜味。
下烘落，因为按吃起来就不会那么过腻、过甜。而且唔免讲嗰種，譬如講我哋一般來講，我哋嗰種加調油嘅話，其實有時調油會貼鹹，但是人哋用蘿蔔糕嘅嗰種鹹度啊，吼，嗰度吼，聽人哋講，佢蘿蔔糕是貼香嘅。你嘅蘿蔔糕係自家做哈，還是因外面買？外面買本來吼切甲曬，但是啊吼也嘛無人睇種種藥嘅蘿蔔哩啊，因無人種啊，也嘛蘿蔔哩睇種不能用，嗰時也嘛要去切車去買過來切甲細個槍啊咧，人來去切甲去炒，切甲去炒料炒到好安尼。可是我们还是把有一种讲甘雅那的动作了哈，减盐的动作，然后呢再把好个找一些。因为虽然讲呢用买的，其实也被这种手工你还是会清楚呢，就是很清楚，就是一种手工的一种制品了。可像安尼一个饭头豆腐加萝卜糕，人的售价多少钱啊？你他们卖多少钱？也个价钱啊，去菜市去买东西，买也30蚊元呢，40蚊元。像那个红豆饼哦，炸鸡啦、薯条啊、水煎包这一些，很常见的一些小吃，差不多都是30-40块那个地带啊，买过来，空提作风，一个安尼慢慢的是，适当面向咱心爱的饭菜豆腐，适当面向要底哦，用品质、用分量、用重量去判断说啊，我饭菜豆腐，天一头价钱，那边合理。因为啊，那个人加农业片啊，笋很难铺诶，哦，物价没有很高，所以说吼，我天一的价钱，本地个在地人做一个接受诶。其實吼，我哋咧從前伊講嘅方法係一個幾科學嘅方法，因為吼我哋從頭我看到我哋嗰度。能講係手工做的東西，也加比如講哦，因為手工哦，嗰是過貴，但是過貴啊，唔係講唔好，可是問題是過貴嘅話，買嘅人佢可能過少，尤其係頭都從前有講到講，而且交通嘅地方哦，其實我哋鄉下地方嘛係啦，唔係要加味啊，好貴個，如果用手工做，其實買唔出去嘛係冇用。好，嗰種伊用嘅一個特別的方法嚟講，伊用下你加味先去買30蚊元的車輪餅，好30蚊元的某個東西，30蚊元某個東西，而家就看到講，嗰種係而家用30蚊元買到係一種是包，好是好食，還是用個東西，安尼吧，剛才人哋飯頭豆腐都得甜味甜奶，也係一個幾用講幾聰明的一種方法，因為你這個對人講，共用30-40蚊元，見面嘅。發30-40蚊元，如果鮮哦，都還是包，還是一個我們講烤米，好調味，弄下人的糯米絲，好，咁就安尼變成講，而家人飯頭豆腐產品都等於都同一道東西搶下競爭，因為嗰種係因為我哋標榜講我哋手工做嘅，講我哋飯頭豆腐天一80蚊元，80蚊元等於如一個便當啊呢，好超過一個便當啊，南部人都想講，剛好是一個便當，還是一個80蚊元的飯頭豆腐，你睇看一定會先講。如果是伊的便當，安尼吧，其實如果用手工做，其實安尼東西係賣唔出去。佢當初我想用安尼方法嚟做嘢嘅產品嘅嗰種價錢嘅甜味咯。因為吼睇特別啦吼，中年嘅洗頭，這個冇時間，古來就睡夢，洗澡睡覺，什麼都不做，咪就上網路，就安尼，冇時間去學有誒冇誒，個比較新的知識，啊古來不卡。做一個古早的飯頭豆腐，因為有時間去沉澱、去想，像看是你，一個價錢按樣嚟聽，一個原物料按樣用，價錢就會按你，慢慢你去尋一條資料，慢慢你學愈學愈多，你會知哦，一個價錢按你聽那麼合理。嗰時伊咧糯米絲嘛，我有一種新的行食嘅方法。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
欢迎过来，福起来啊！上档节目我们知识的重现一路卡的手工的饭头豆腐。我想我重新想问一下吼，其实饭头豆腐係一個幾傳統的一種糯米絲啦吼。咁像我哋糯米絲地杯，要應該咧推銷嘅時候要遇到比較困難嘛。因為其他生意呢，可能唔多好生的糯米絲啊，咩哈？推銷啊，真的是遇到一個很大的困難。行銷，我是感覺到我設計行銷啊吼。遇到一個問題，有講人工的行銷總係關鍵字，關鍵字幾簡單幾短，你看那裡有底，又要有想象，又要有伊個想象又要過去買。這個吼睇網絡這個講的，這個有拍影片，這個講的太學術化、科學化。太肉的，很像一個教授一樣在講事情。你透過梅納反應，而是講，我喺觀眾朋友講梅納反應是講某個東西的反應。嗰是喺人拍個片的，他講你看唔識？看唔識，真係看唔識。講啊太長誒，後面啊吼，還是參考一個專業的朋友啊，伊有同我講，行銷怎樣做，像人啊吼是講一個文化的語言，無像啊你是科學學術的論述，我有用一個文化語言對講到吼，你看到一個戲，有沒有情，因為也有感情，你有情感在裡面。嗰時候吼，也嘛就會收集一篇的資訊，伊本來一系列方法都。去抓這些資訊從哪裡來？去菜市場去問，去同一個電台提問，又同朋友講，一個行銷怎樣講，去整合之後，你那麼有一個感覺，用一個感覺，用一個文化的口語講出來，一個關鍵字就可以傳遍大江南北，就跟別人一樣的行銷成功的行銷策略一樣，傳遍大江南北。因為吼。要失敗的行銷策略吼，通常都是他們講的客人不認同，或者是太長太冗長，不想聽。因為佢簡單的一個術語，一看到一個術語又有感情連接，又會去聽安尼。其實夠簡單一下，我哋頭都重現所講嘅東西，都講其實吼，我哋頭都聽一趟嘅時間，我哋重現嚟講，以前用嚟做。飯頭豆腐啊，然後好食哈，伊講個幾多化學的名詞，但是這個東西其實對一般的消費者來講，一定唔理，冇感情。但是聽伊講，其實係等全台灣省啊，哈，因為我哋生產的地方其實幾相同，好，唔單止伊哋加凍有飯頭豆腐啊，你配埋飯頭豆腐啊，嗰時變成講伊哋加凍同買伊哋手工嘅飯頭豆腐嘅時節，一樣嘅把伊哋嘅飯頭豆腐同埋哋你配飯頭豆腐做出一啲區別。也是最簡單的，因為商品化的區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問題係唔能用嚟去講加凍的故事，用嚟聽人講加凍的手工豆腐同人你不會差別。有時有的東西呢，目前10多以前，我哋其實完全唔知。尤其係我哋看樣片，好買東西的時間，唔知咁目前10多以前，你們因為講同樣的東西啊，好，其實用故事，用特色的方法去把人的豆腐。變成一種新的樣貌，同配嘅飯頭豆腐做出一個氣格，其實都係一個行銷裡邊最重要的東西。可是我哋前面係咪看到講，迄人用細細角角的變成一個演戲的一種方法，也咪係一種行銷的方法，是不是？也咪演的飯頭豆腐好，也是係一個設計師落去設計的，還有個想法提供，一個設計怎樣設計。後面下嘢圓圈圈，因為我用綠豆腐一個動作落去做的，我人嘛是用相片，你去上去一個姿勢都會畫上去的。但是吼，還是感覺到你的呈現方式是初步達到一個較好的水準的。嗰時候一個東西嘛是要進化，一步一步慢慢地進化，也嘛圖形是安尼，後面不又要變到新的東西。
我发现图形啊哈，能讲个形象呀部分，其实係一直轉變，我們從一種轉變，其實海拔會慢慢地去進步。但是其實我看到入面一啲新的包裝嘅時候，我都發現講也都錯嘅，第一步都錯嘅用嘅呀。因為我哋常常睇看到嘅飯店豆腐吼，唔係用嗰種我哋咧便當嘅紙盒嘅，吼，無論用我哋塑膠嘅嗰種紙盒嘅，嗰種東西其實對韓國人嘅人其實真係幾唔方便，吼，尤其伊冇辦法貼放來會壓壞。但是我看到人家包裝嘅時候，都發現也都錯嘅呀，冇辦法也都錯嘅。做乜嘢？有東西拿嚟我都可以做，嗱唔是講我一定要現場食嘅，我可以帶過去台北的人食，好炒火茶時的人食，也都按呢包裝方法，都睇嘅都我都感覺到冇錯，也係啲改變都錯嘅，因為對於我哋呢觀光客來講嘅話，我哋去家東來了人來講嘅話，我冇味道買嘢東西，結果冇保存，我都馬上我哋食嚟去。你可以點點去肯定嘅人來食啦，無論過去台北省人來食啦。好，嗰時其實對入嘅飯店豆腐呢，唔知個有乜個期待冇？本來吼，即係咱阿妹嘅飯店豆腐啊，本來是冇乜個期待，是家家入嘅飯店豆腐用便當安尼裝啊吼，冇咧用啊，嗰種也是對入嘅東西就是冇乜個未來。但是啊，慢慢地做，慢慢地學到面下，又去查資料。你看人咧部落格，日本嘛是有做飯店豆腐，又做啊，我們按講咯，好慢慢地去學。啊嘛有屏科大有咧博士生打電話過來講，哎同來訪問，伊在做伊咧花生豆腐嘅碩士論文，哦，慢慢地你同來問問題。中央啊，也要問伊問題，一個飯店都會不耐落嘅咯，有乜按呢？因為一個問題啊，吼，阿妹阿婆回答唔出來，啊要提問，伊即個去尋一個資料，慢慢地去訪問，伊要尋一個訪問嘅資料，同佢講哦，一個飯店豆腐是有歷史嘅，有咧進步的，伊也嘛做一啲睇。市面上在賣，一定有它的利基點在那邊，它有一個歷史的進程。嗰時候吼，還是感覺到吼，因為按你慢慢地進步啊吼，一個飯店豆腐啊吼，又會有一個未來，因為時代在變，我們就要跟着變。所以嗰時候一個飯店豆腐一定會慢慢地進步，10年過後啊吼，從也買咧飯店豆腐，是後來。可能又冇共用嘅。其實講起我哋咧傳統嘅食品同我哋咧推銷方法，真係第一名嘅都係我哋咧日本。我哋日本地方其實講乜饅頭嘛，乜咁嘅饅頭其實每啲溫泉期啊，伊如果有饅頭啊啲東西，啊饅頭都嘛講到面皮地部都包嘅鴨子皮，都我哋咧風頭沙。但是啊啲東西，但是你去每啲風景期，多多少少都買一啲兩個來食。可是其實日本對於我哋呢傳統食品對於在地嘅文化結合嘅部分，其實係做最好嘅。咁將這個海拔嘅推廣安啲東西嘅時候，會同我哋家東嘅文化做一個結合。一定會同家東嘅文化結合在一起。因為啊吼，我哋家東冇伊咧帶電路，嗰時候我是想講啊吼，反正都是講可能，變說同家東一個地方。結合在一起，很多家東飯店豆腐。人家來家東那邊，就一定要一個路程，一個購買的一個動作，它就是變成一個伴手禮的狀態。那我自己是希望，我這個是希望啊吼，一個帶電路啊吼，做的傳遍這個全台灣。因為啊吼，來做飯店豆腐。一定要做愈多人識是愈好，代表我的推廣是成功的。嗰時候我有一個願景，就是希望全台灣的小吃店都會有花生豆腐一個東西，可以做一個菜單在裡面。5星級飯店、星級飯店可以讓它入菜，這樣子的一個願景在裡面，希望。就是讓這個全台灣都可以吃到美味的花生豆腐。
其实也要想法吧吼，只是嘛唔係講唔可能呢。你只係想看看嘛，以前嘅人蠻有想到講嘛個芒果冰，以前可能芒果冰喺南部人食得到，幾年前日本那度食得到，我哋講的珍珠奶茶那東西，譬如講可能喺南部的一方面的東西，我像喺美國都食得到。可是其實安尼想法你咪講。因為天氣的按天然又按健康的東西，其實這種東西變成台北或者台灣的另外一個平民的小吃的代表嘛都有可能啊。但是變成我們平民的代表的時間，關於天然問題嚟講，咁唔呀下一輩口味喏，有乜個想法？譬如我哋下一輩反正都唔會用個口味嘛。口味啊，一定會變形的，一定會變形的，做嘛會變形的，因為啊吼。番茄頭就挑起啦吼，是番茄板，番茄板後面那些番茄頭，番茄頭個海的時候嘛個也慢慢唔低，個像安尼交通，頭擺年是用行路的，行路行到一陣，那邊去腳踏車去也差唔多的，又變個時代變做奧多拜，也嘛又未來又係電動車，番茄頭會共用嘛是安尼。按照這個時代，一個時代就有一個時代的產品，一定要有一個新口味，去合這個時代的產品。可是我看到海邊我有嘛個奶茶番茄豆腐，無攏係番茄豆腐餅，無攏上面加個番薯的可能，有安尼新的產品啦吼。有啊，有也做產品，也嘛那想法啦吼是番茄豆腐不只愛落一個落去國裡。你落馬個種，為一個方向都會行。因為吼，番茄豆腐啊，個多年咧食有些甜的，有些鹹的，有些辣的嘛，有些酸的嘛，有些馬個口味的。個時候吼，一定要行一個路，口味多元化，也是我現階段下一個目標。嘉東鄉喺我哋屏東吼，唯一可開嘅客家嘅村莊。可是下一輩觀眾朋友有機會去嘉東嘅時節，唔單止去我哋咧受家古木老料，其實喺我哋有海面面拍板，下一輩還可以帶走一啲我哋嘉東手工嘅番茄豆腐。你今日佢感謝重現嚟到嚟現場同你分享安道番茄豆腐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又來嘉東啊，來帶一啲番茄豆腐故事。休息一下，大家聽下啲現場來運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永煖，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今日我教大家係全身嘅伸展運動，請慢慢地坐下來，同人同下做運動嘅哦。用隻腳搶打側，手用嘅腦背，都是豎上來，腰骨還有我兩骨要伸出來，腳放來，腳尖，腳放來，腳尖。啲腦背老人強呢？啲地背老人強呢？好，同一腳吸起來，打開來，吸起來，用下來，一，你嘅時間打開來，三，再豎上來，四，用下去。一、二、三、四、一、
2、3、4，好，更加长的数，好，表现的脚踝，另外一只脚打开来，好，慢慢的在前面爬，做一个开胯的练习。可以发在下意识，慢慢的爬过来，加温片，我们先从单片开始，好，也动作可以适合初学者哈，来慢慢的往前面做一个伸展，可以发在下意识，慢慢的数过来，更加是看那些两只脚两方来。地影的前面，可以把两只手伸出来，慢慢的数过来。好，更加从你脚打开来，你的左手慢慢的在右边伸出去，可以发在下去，慢慢的过来，好，来。弯片，你的柔软度可以把佢瞄到腳，唔可以唔怕，初學者可以多一片，都可以。慢慢的數過來，更加兩隻腳打開來哦，都是數放來，好，兩隻手打開來，悄悄扮用誒，一隻瞄你腳，一隻伸出去，伸喺上面去。按按住看的數，慢慢的歸到中間，彎片，再來你的手，再來瞄到你的腳的哦。從你胸部打開來看上面，慢慢的彎片，喺中間。更加要長的速度放快咯，1、2，用下來，3、4，過來
评论欣赏通下做。好，慢慢的过来，那在前面爬楼梯用的，在前面爬，做一个伸展。再一摆，在前面爬楼梯。爬过来，慢慢的做，更加可能跌梯啊的，慢慢的就可以爬下去。爬到你左边，再爬过来。最中间，同一脚，坐过来，同一腳同啊，兩隻手然後來，前面做延伸，慢慢地過來。來，慢慢地跳起。腳可以同啊，慢慢地伸出來，平間會剛剛嘅柔軟度變好誒。光片，今日的運動能記得了嗎？你做到了嗎？慢慢的練習，做唔到，明日慢慢的聽運動，明日運動對身體會更好哦。好好運動，下次再來聊。